来看南投草屯镇长补选今仔日投票，拿力两党拢派出现任议员来参选，由国民党的简素成加民进党的蔡明显来比拼。下晡4点开票，简素成是一路领先，5点左右家己宣布当选。蔡明显是讲尊重选民的决定，未来会继续打拼。蔡爸母太太来投票，看出心情真好。南投草屯镇长补选10位投票，国民党候选人简素成透早就到投票所，伊讲平常心看待选战，经过对手的攻防甲抹黑，相信选民用选票行以公道。我的票数要冲得越高，来证明说。草屯证明是能够很清楚的了解我的做人、作风、作为，他都很清楚的。所以说这次的选举，我认为要选民会给我一个公道的。向民众挨杀住民进党候选人蔡明显伫太太陪伴之下，为中道才来投票。伊表示，这摆选举压力未小，家己党会调，望用为民众服务。不过竞选团队受对手攻击，感觉真唔甘。我是承受得住啦，但是我替我的竞选团队非常感到舍不得啦哈，因为毕竟我们从一开始就受到一个抹黑哈，然后攻击啊、谩骂，甚至很多的一个排挤的一个行为哈。前草屯镇长简炳贤去年11月过身，那日两党拢推出当地县议员来补选，总投票人数差不多8.1万人，两名阵营拢有5投票突破4成。下晡4点开始开票，国民党简素成一路领先，伫下晡5点左右家己宣布当选。来替咱草屯镇民设想，来替草屯镇民想。要来互咱草屯更欢迎、更了解，这是我想要做的工作。也是尊重我们草屯镇民共同做出的一个决定，然后做出这个民主的决定。那民选未来还是一样会持续的深耕基层。民进党蔡明显表示尊重选民的决定，感谢所有支持者，强调是家己的努力不够，未来继续伫草屯打拼，最后选举结果，照中选会公告为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